继续来到立法院，立法院今仔日是排审着选罢法修正草案。国民党的主张是要提悬着罢免的难度，这民进党一透早架级动员霸占这个主席台。调查委员高金素梅在混乱当中宣布会议开始，但是现场也是继续咧吵闹，徐卡心甲王美惠下来杀去，爆发着肢体冲突，这个场面相当的混乱。 大大啦！伫咧休伊阿妈领，民进党王美惠规巴都会引导国民党徐卡心两边小下小体真激烈。不要踩人！不要踩人！不要踩人！规片如惨惨，徐卡心嘛民进党立委被向前，和坐伫咧边仔蔡义夫嘛扫着风台尾。内政委员会排审选罢法，这么简单，等到上尾一阵，却一直拢无法度开会。 我很遗憾，今天内政委员会变成这样一个状况。那我觉得呢，大家还是静下来讨论一下。担任调会的高金素梅主持嘛，真袂顺势，就和来签队内政部长刘世芳嘛，先着滚头配。为什么可以霸占？我跟原来的态度都一样，一样态度，公开来讨论，然后大家凝聚社会共识。公开呼吁赖总统，不要用暴力的手段对付在野党。大家小姐唔认输，民众党嘛闻到火药味，不过煞无一个人出席委员会，颠倒是党团主任陈志涵开直播加入这一阵。老板呢？快偷红果呢？我们在这边开会，他们没有来开会，可以骂人。你们不止偷薪水，还偷火龙果，要不要偷小绿丝瓜？就和白玉丁家己寄料，甲火龙果早登去越南，和王定武改革，选罢法排审，今日提关门槛，大家继续等。常见人跑出来啊！常见人跑出来啊！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